好啦，嚟到呢度只有12度，而家嚟到杭州，咁啊做啲咩嘢呢？領跑10週年，所以今次咧過到嚟就係參加佢嘅活動啦，兼且好似咧就會有一部新車發布嘅。嗱，呢個活動咧真係都幾大型嘅，因為見到好多全國嘅 KOL 都過晒嚟嘅。咁啊而家好墟冚啊！而家陸續入場都仲未入晒，但係而家呢度咧都起碼都幾百人㗎啦，已經好大環境啊！領跑咧最初期咧就係出咗部跑車嘅，嗱就係呢部 S01。咁啊當其時喺深圳嘅商場咧都見到佢嘅，咁其實當其時咧都係一笑置之嘅，因為覺得佢個外形啊 design 啊都係咁咯。領跑10週年當然會係有齊晒佢而家嘅車出現嘅，而家佢一系列嘅車型咧就放咗喺一邊，全部展示出嚟，包括係S01開始啊、T03啊，然後 B10啊、C10啊嗰啲都喺呢度嘅。咁啊最新呢一部啱啱亦都擺咗出嚟嘅就係呢部 D19，咁啊而家好多人圍住喺度睇啊！嗱，喺呢個樓梯嘅兩邊咧，咁亦都放咗由2015發展到2025，即係今年啦，2025嘅歷程，亦都會喺呢一個樓梯度睇到嘅。入到嚟咧，其實係好多零部件嘅嘢啦，譬如電機啊、電池啊、車身結構啊，同埋佢做嗰啲零件啊。嗱，領跑呢一個品牌咧，都係用翻自己嘅核心技術，自己去開發、自己去研發嘅，都係咁受注目。就係佢始終都係叫拎住自己嘅核心技術，有自己嘅本錢，所以先至能夠發展得咁好嘅啫。所以就算連外國嘅投資者都係睇好領跑呢個品牌嘅。我係負責香港領跑嘅阿 Dan 嚇，咁其實我諗領跑喺呢幾年發展得咁快，都係一個幾唔容易嘅一個成就嚟嘅嚇。雖然話即係公司成咗10年啦，但其實真正賣得好，或者即係真正有啲產品喺市場上有認受性咧，可能都係近呢幾年嘅事啦。咁對於香港觀眾嚟講，可能個牌子都係相對比較新啲啦，大家唔係咁熟悉啦。咁但係我相信未來啊，領跑今次呢個活動開始講我哋嚟緊啲咩牌，有啲咩型號啦嚇，希望我哋都會帶到一啲新嘅型號嚟到香港啦。咁啊期待，我哋都會期待嘅。即係可以講嘅就係 B10先啦嚇，我哋 B10先啦。咁啊 B10其實上次喺機場嗰個 IMX 我哋都有擺咗部 display 度有睇㗎啦。咁其實嗰部都接近係即係香港嘅版本嚟嘅。咁嗰個會係最快嘅。OK， 咁而之後再期待嘅可能就係 B05啦。OK， 咁 B05啦。咁啊，我款嘅車就相對比較靚仔啲啦，咁亦都我相信會有希望有一班中意呢種車嘅客人啦，會揀啦。咁啊，應該都仲會有1到2款有機會嚟到香港嘅，但係賣個關子先，遲少少先再話俾大家知。好啦，咁而家了解完一系列領跑嘅嘢，而家入去發佈會現場。嗱，今日發佈會咧，睇下會有啲咩新嘢發佈先，我都好期待。
好啦，咁啊啱啱完咗發佈會啦，咁啊都係講一句，人生有幾多個10年啦？咁啊一間車廠10年真係好年輕嘅啫。而家都睇到零跑將好多自己嘅嘢去發展佢自己嘅汽車嘅。嗱頭先咧，除咗發佈咗部 D19 之外咧，咁啊即刻就係發佈呢部MPV。呢部 MPV 真係我諗都好吸引，因為同埋咧而家MPV 個市場都競爭好激烈，零跑亦都進軍呢個豪華 MPV 嘅系列啦，亦都有增程版，亦都有純電版嘅。嗱，增程版咧佢會用上800伏嘅平台，然後咧就用上呢個差唔多成80度電嘅電池，仲有就係響呢個純電版本，佢係達到1000伏嘅平台，再加上110幾度電啊！呢個亦都係好誇張嘅。咁啊，到期時真係有呢部車嘅時候，都可以去睇下、了解一下呢部車嘅。